前有2个人，一同前往拉萨，一个人除了少量的杜芬外没有其他的口粮，他将少量杜芬放入另一个人的许多金白的糌粑中混合。过了几天，有许多糌粑的人说：“你的杜芬差不多用完了吧？我们去这个时候就是杜芬的那个人就说：“我们去看看用完了没有。”然而2人去看，现在杜芬还没有用完，因为那个糌粑的颜色跟杜芬的颜色不一样，杜芬的颜色是比较红一点的，那么糌粑的颜色是白白的，所以这2个呢，就是可能就是它的那个粗细也不一样，所以就看起来的话，就是在糌粑里面混合的这个杜芬呢，就是会看得出来，就是很明显的就看得出来。所以他把那个就是怎么说呢？那个一袋子糌粑里面呢，把所有他的那个少许的杜芬也混合进去了，所以什么时候看都是一样的，它的杜芬还是存在的。这样看了在哪里啊？这样看了数字，杜芬一直没有用尽，最后只好与所有糌粑一起吃完。同样的，他人造善业时，仅以少许财物供养或生于劳作等结上缘，也将获得同等的善根。尤其是上师、善知识、暂时的指派或信使，甚至包括清少上师的居士在内，都是无物质量的圣道，应当尽力精进行持。如云决定行持善法旨，甚是广其2知识，以中兼能解上缘，亦使信使清少等，其老具果甚之道。归处以及积累一切资粮之无上福田，没有比上师更殊胜的。尤其是上师灌顶传法时，十方30诸佛菩萨及佛子的大悲心和殊胜加持融入于上师的相续中，并且安住于与诸佛无二无别的境界中，所以其余时间白天供养不如此时供养一口食物等食物的福德大。观修一切升起此地的本尊也是同样。如果了知形象，自然是某某本尊，而本体除了自己的根本上师外，别无其他，则能受的加持。在相续中与升起圆满此地的智慧，唯以对上师的诚信恭敬与上师的加持力和是吧？自相续中才会升起上师心相续中所证悟的智慧。所以修持深缘次第等一切圣道的所修之本体，都可包括在上师本性中。一切经典序部中都说上师是真佛。如云：何为归处之良田？修施一家内外耳。所修深缘体是说体什么？体摄施。体摄施。然后经序说实为真佛。为真佛。因此说，上师的密意安住于诸佛无二无别之中，为了引导我们这些不亲近的说话众生，而化现为普特伽罗的身相。上师在世时，我们应当精进依照上师教言修持，并以3种尘世使
自己的心与上师的智慧成为无二无别。若非如此，上师在此没有诚实供养，上师在世时没有诚实供养。什么？诚实供养。诚什么？诚次是？诚实供养。侍者的侍。好。不什么说呢？不依教奉行，而当上师不在世时，却绘制印香或所写进行修持修学实相之什么之类的话，然后寻找另一世生法，不具备上师心相续中的断正功德，融入自相续的诚信恭敬，故尽信祈祷等，这是所谓的能修所修相位。要想在中阴界中能面见上师，上师指引道路等，这也需要自己无量的诚信恭敬与上师的悲心业力聚合，才会众生那样的结果。当然，上师不可能亲自去中阴界，如果自己没有诚信，不恭敬上师，无论上师多么贤善，也不可能出现在中阴界为你指引道路。哎呀，好，这个部分来说的话，我们就是平常修持，就相当就是在那个大圆满的归敬也好，然后在修持任何一个本尊的时候呢，我们认出这个本尊的样子是什么，就像比如今天修阿弥陀佛、观想阿弥陀佛或者莲花生大师等等，金刚萨埵也好，所有一切的本尊都是先看金刚萨埵的话，先看金刚萨埵的佛像、金刚萨埵的唐卡，那么这就从佛像跟唐卡当中呢，就是能够可以认出金刚萨埵它的这个姿势跟它的这个怎么说呢，身体的颜色等等各种各样的它的装饰啊，它的服饰等等，然后呢就是观想出来就是金刚萨埵的样子，但是根本上呢就是本体是自己的上师。那么这也是一种过程，一开始呢对上师没有办法当作是真正的佛一样看法的时候呢，观想本尊莲花生大师或者是金刚萨埵等等显现出的样子是本尊的样子，然后就是本体是佛。如果是有一天对上师可以从内心当中真正的可以把它当作佛一样的去看待的时候呢，就可以直接观想上师也是不需要就是在本尊的显现是本尊的样子，然后就是本性的本体是上师有这种的区分。如公的藏云：凡夫与智慧相修，上师在时不常事，故知是以修实相，能说修为诚可备，无信中阴见实难。所以如果是对上师的恭敬心够，然后就是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在日夜60任何时间的整个的修行过程当中，对上师是作为一个真佛一样的这种祈祷跟恭敬的对境，做功德跟福报的对境，消业障跟忏悔的对境，都能够可以当做这样的一个人来说的话呢，到了中阴的时候也是会见到上师的。那么会见到上师的时候呢，同样也是在中阴的所有的苦难都是以上师会救度的。那如果是没有这些平时的这些修持的过程当中，那肯定中阴的时候也是不会见到上师的。因为是什么呢？前面所讲的呀，上师也并不是亲自去中阴，就是一直在中阴的过程当中寻来寻去，然后在那边就像巡逻一样的，看你有没有出现在中阴，没有这种道理啊。所以就只要是自己没有信心，自己就是这所谓的信心呢，到了中阴的时候猜想到也没有用。平常就是自己在日夜60任何时间当中，所有一切的对境就是上师。
今天有供养的话，就是供养的对境；今天有忏悔的话，忏悔的对境；今天要祈祷，就是祈祷的对境。今天有任何一个需求和任何一个你好的事情，就是今天如果是就想吃一顿饭，那么前面也是供养上师，然后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些困难，也是祈祷上师，就是今天就是所有一切的，就是依靠着，就是成为上师的那一天呢，你在中医的过程当中一定会出现上师的。不可能是不出现的，因为这个是不可能不出现，而且中医的时候呢，就是刚好能够可以在自己也可以向上和向下的一个关键的时候，所以就这个时候呢，就是特别的能够可以在救度，就像我们就经常讲的，在那个出现文物本尊的本尊，然后同时成佛一样的，因为文物本尊的本尊也是非常殊胜的。那实际上来说呢，一切文物本尊的本尊根本就是自己的上师，也可以这么讲。所以这个方面来说到没有第二种啊。首先观察上师，所谓的算巧观察是指在未结上求观顶求传法的怎么说呢？缘分之前善加观察的。所以我刚刚前面讲的就是今天第一个讲的，就相当于就是观察上师的实践。如果是居住法相的上师，则依止；若不居住法相的上师，就不依止他。如果是碰到了真正的怎么说呢？居住所有法相的上师的话，必须得要依止。如果是没有碰到这种上师的情况下，也是不要依止。如果已经依止了上师。上师，这个时候则上师无论行为如何，都应看作是善妙的，因全部是为功德，升起信心，并观清净心。如果升起恶分别念，则会导致不可思议的过患。所谓的不可思议的过患，就是下金刚地狱的。已经依止了上师了以后，然后再有这种不清净的心来对待上师，不清净的心来看上师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完完全全只有一个结果，就是会下金刚地狱的。没有第二个路可以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只好就是所有一切的行为也好，所有一切的事情，一切都是在怎么说呢？那个一举一动都是当做佛陀的行为来看，这就必须得要做到的，必须得要做到。然后做不到的情况下，要忏悔，做功德，修五加行。我们就是不是在修五加行吗？修五加行的功课的过程当中，也是祈祷我可以做到这样，祈祷我就是必须得要从内心里面消除对上师的一切这种不恭敬的心跟邪见之心都要消除，并要获得圆满殊胜的清净心，以这样来祈祷。因为修五加行是什么意思？修五加行的整个的过程就是为了消除自己内心的贪嗔痴，为了消除自己的我执，为了消除自己的所有过去生苦意所造的业障，所以同时圆满增加智慧跟功德福报。所以功德增加了，智慧增加了，圆满了，那就不会有那么多的烦恼啊。所以不要说是上师，对一般的人也是能够可以起恭敬心，也可以能够有静观心来可以对待的。所以就是不要说是其他人连上师都没有办法用恭敬心来对待的那一天呢，说明自己的业力还是非常非常非常严重的。所以这个时候呢，就是必须得要去，一旦依止了上师，从我们实践的语言来说到无条件的去尊敬，无条件的用静观心来看。所谓的静观心是什么？无条件的去。因为为什么说无条件？因为众生的心里面没有那么多的智慧，根本就不知道上师本身就是一个清净的，而且是
具有三宝的本体，就是三殊胜的本体，就是三尊的本体，这些都然后就三世佛的本体等等这些的一切功都是想不出来的，而且也是没有办法了知的。因为是什么呢？因为自己的智慧不够，学的也不多，所以这样的情况下只有一个语言。用什么语言呢？就是要知道我要无条件的做静观。如果是你是一个懂得一些怎么说呢，那个佛法的人的话，那么不是无条件，这本来就是要的。而且上师本身就是生苦义都是三宝的本体，三圣的本体，三根本的本体，一切诸佛本尊空性永实护法的本体就是上师。所以上师是一切佛的本体，所以就上师就是佛。但是你不懂这些这么多的道理的情况下，你只好用一个最笨的方式，也是无条件的，可以这么讲。你心里有那么多的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的话，那就你要想到这么多的条件的话，那你就可以把所有条件的这个怎么说呢？所有条件的这个最胜的条件就是没有条件的，就是无条件的，就要尊重上师。为了什么？为了要解脱。无条件的要对上师有敬观心目的是一个，只有一个，什么目的呢？为了要得解脱，不是为了要得到时间中的某种功德的某种利益。我只要得到的就是在时间轮回当中能够可以脱离能够获得圆满正等觉佛的果位，这就是我唯一的目的。所以为了这个呢，我就是只能是要依靠上师。这个时候也可以看自己的生苦义的功德，有能力可以直接解脱吗？如果是有，那也不依靠上师，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没有的情况下，只能依靠上师。依靠上师的情况下，那么最大的条件就是这里。那这里没有太多的为什么，所以必须得要去清净心来对待。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个南无阿罗这个呀，自本作来。